下面咱做伙来看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5节。白话字圣经伫114页。剩个页数，请咱家己来看银幕。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，咱看到第5节。耶稣行过时，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。伊个学生问伊讲：“拉比，这人出世就痴迷，对治罪犯罪啊？是伊本身吗？还是伊个爸母？”耶稣因讲：“这人无犯罪。”伊个爸母也无，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在。时要是日时，咱着做找我的下工。暝是要到，迄碟就无人会做工。我伫世间的时，是世间的光。以上。下面咱要邀请博爱手语教会吴信昌牧师来为咱讲道。真特殊，牧师讲道，师母要来做翻译。敬爱的大牧师，两位中集以及众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嘛感谢咱嘉南教会，特别互阮有博爱手语教会，会当来到伫遮，甲咱三角来做伙敬拜上帝。我嘛真欢喜，会当有即个机会来伫遮分享上帝的话。今早起的礼拜，我相信咱大家拢会感觉真新鲜。虽然阮是无啥的手语来礼拜，甲咱嘉南教会众兄弟姊妹所习惯有声的礼拜，感觉是遮尔无共款。但是这伫上帝的面前，毋管是有声还是无声，拢是共款。而且这就是上帝另外一款奇妙的作为。今早起咱所读这段经文，是有关一个对出世就痴迷的问题。当时耶稣的学生看见这个出世就痴迷的人，因摕来伫遐来讨论。因为这是犹太人一直未了解的一个问题。犹太人因习惯将犯罪甲受苦结连做伙，认为迄是有因果的关系。因想讲，一个人的残种受苦，一定是因为伊犯罪的结果。所以学生问耶稣：“拉比，这人出世就痴迷，对治罪犯罪，是伊本身，也是伊的爸母。”其实，伫咱所生活的台湾这个大社会内面，咱嘛是有即款的观念，认为厝内面有一位残障的囡仔。可能是伊顶世人造业的关系。我嘛捌听过有某一间教会的信徒，伊是一个聋仔，伊的爸母却是痴迷。但是伊的爸母有生3个囡仔，除了伊即个聋仔以外，其他2个拢甲咱一般的囡仔同款。敢讲这是因本身犯了罪吗？阮耳孔袂听、喙袂讲的人，
阮外表看起来甲一般的人拢共款，但是阮若表明阮是听无、袂讲的时，就会得到奇怪的眼神。接续嘛会讲，哪会安尼啊？看起来都共款啊？哪会听无，阁袂讲？敢讲这是因顶世人做啥物业？还是伊的爸母做业啦？互天公伯啊，安尼降在的伫因的身上。若照安尼看来，敢若亲像是生阮的家庭受到咒诅。但是伫旧约圣经内面所记载的，却毋是安尼讲。当耶和华上帝呼召摩西的时，摩西甲耶和华上帝有安尼的一段对话。摩西对耶和华讲：“主啊，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，对你甲你的奴仆讲话了后，嘛是安尼。我是喙齿钝的人。”耶和华对伊讲：“创造人的喙是一喙啊，互人下到臭耳人目睭金痴迷的是一喙啊。遐毋是我耶和华嘛？”这记载伫出埃及记第4章第10到11节。对遮，咱会通看见出世就残种的人，是伫上帝神圣旨意的下面所生的，并毋是因为生因的爸母，还是伊本人犯了啥物罪，做了啥物业。2008年12月，公青基金会有放一部有关残障者生活的纪录影片，其中呢有一位荷兰人，伊的听障者，伊是一位拍电影的导演，伊名叫维西。伊伫影片中有分享到讲，因是回教徒，伊的老爸并无认为伊的听无是上主对因的一种处罚，反倒明白这是阿拉，也就是因的上主所赐予因的一种使命，就是要试因怎样克服安尼的挑战。所以，连一个虔诚的回教徒，因嘛无将生做残种看作是罪孽的因果关系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《约翰福音》第9章第3节，耶稣佫较清楚表明讲：即人无犯罪，伊的爸母也无，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。所以，阮的出世，毋是因为阮顶世人做了啥物歹代志，嘛毋是因为阮的爸母犯着啥物罪。而且伫创世纪嘛记载讲，上帝创造万物的时，看一切拢是好。所以，阮对出世，还是对细汉的时耳孔就袂听、喙袂讲的人，伫上帝眼中并毋是一般人所讲的，是上帝创造以外的下属作品。乃是要伫阮的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宣告将近要150年，设立了1250几间教会。感谢主，23年前，也就是1990年，借着高雄残障关怀中心坐轮椅陈朴文牧师伊的关怀，首先有伫高雄寿山中会设立了手艺教会，然后伫1990年协助阮伫台北中会设立破坏手艺教会。其实约近60-70年前，福音就已经传入台北的农林中间，但是要安怎引带农民来认捌上帝？信靠上帝，对我本身嘛是农民来讲，犹原是一项真大的挑战。因为台湾特殊教育制度会无够理想，互一般受到高级教育程度的农民
对着文字的认知，甲咱一般的人是有真大的差别。主要是文字，并毋是阮农人的思考模式，也毋是阮沟通的主要语言。手语才是阮的母语，是阮的第一语言；文字才是第二语言。若要互信徒家己来读圣经灵修，总是会感觉真困难。圣经的文字记载，就若亲像一本外文的册，拍开来读，就无几字就合起来啊。所以，若要农人传福音，一定爱亲像外国宣教士迄款，学习当地族群的语言，就若亲像伫原住民教会共款，爱用原住民会通的、马上听有，也马上了解的母语来传讲上帝的话。手语教会除了用手语宣讲上帝的话以外，嘛着爱负起文字的教导，帮助会友用手语读圣经。感谢主，敬畏耶和华真正是智慧的开端。借着圣经的教导，互手语教会的信徒智慧渐渐受开启，进一步爱听上帝的话，佮对家己若有信心、有愿望，袂搁再认为家己是受咒诅的族群。侪人看见阮遮耳孔袂听、嘴阁袂讲的农人，第一个反应就会讲：哪会遮可惜？生甲都遮尔水阁缘投，哪会拢袂讲话？甚至会为阮吐气。但是当阮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后，阮袂感觉有可惜甲遗憾，因为阮知上帝疼阮，也互阮伫教会内面学习互相相听、互相接纳，搁较会通伫教会内面照着圣经的教示，互阮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以及耶稣基督是日的救赎恩典。就若亲像以赛亚书29章18节所讲的，迄日草原人会要听见册内的话，市民人的目睭要对蒙雾黑暗中得到看见，互阮无搁再轻视家己，欢喜快乐入伫即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内面，享受上帝国的福分，借着圣神得到生命甲生活的改变，互阮会对软弱变诚勇敢，伫绝望中充满着信心甲愿望，搁互阮会当习惯用目睭来看做凭据的农人，变诚会通凭信心来倚靠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博爱手语教会对设立到今已经21年，伫即个中间，阮的会友对打设立的12个人，到现在大大细细加起来差不多要到有60几个人。虽然会友的人数并无真大的增加，但是伫信仰的体会甲学习方面，确实会当稳定来成长。伫教会内面，透过手语的传讲，互阮会通听见上帝奥妙的话，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借着夫妇小组、妇女小组以及青少年小组的逐项聚会活动中间，阮学习互相关怀、互相相听、互相带导、互相分享、互相鼓励。除了每主日到教会礼拜读经、祈祷，阮也对日常的生活中间，慢慢体会上帝的指点，以及无限的疼痛甲恩典，互阮生命得到转变。虽然伫肉体顶面，阮犹原是耳孔听无、嘴袂讲，嘛着爱为生活来拍拼。
叫阮会当借着上帝的话，得到安慰甲喜乐，阁会通用手语来唱诗学乐上帝。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到第5节，耶稣讲：是又是日时，咱着做找我的下工，每时要到迄点就无人会做工。我伫世间的时，是世间的光。这是伫遮耶稣就是要鼓励咱，着爱即时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，认真实行上帝所交代的使命。目前伫台湾，才有内政部用有法迄个专种手册来统计，听种的将近差不多要到有12万人。若是台北市社会局的统计，伫阮台北地区听众者约略有14000几个。破坏手语教会是用上帝的名所设立的教会。兄弟姊妹伫生活中间，借着上帝的话，做伙学习，做伙成长。虽然伫世间人的眼中，阮聋哑的生活是困苦可怜的，但是伫主的内面，阮却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阮嘛同款是上帝所疼的人，而且上帝嘛要借着阮来祝福别人，用生命见证，甲一般教会的兄弟姊妹互相激励，荣耀耶和华上帝的名。因此，阮目前嘛积极参与伫台湾手语圣经翻译的事工，就是希望会当伫即个无声的世界内面，来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，赶紧宣扬主耶稣基督疼的福音，并且透过即个影像的手语圣经，会当帮助农民来读上帝的话，也印证旧约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所讲。迄时，深迷人的目睭要开，走远人的耳孔要来。迄时，摆骹的要着跳，亲像鹿；下狗的指要唱歌。最后，我嘛要搁强调一解，伫圣经创世纪的记载，你甲我拢是上帝美好的创造。伫即个中间嘛包含着丰盛的祝福，这需要咱人的信心甲顺服，才会通显出着上帝的荣光。当主耶稣伫马太福音25章40节所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做伊伫我的兄弟至微细的一个，就是惊伊伫我。”我想即句话嘛包含着无限的祝福。所以，当咱得到上帝恩典的时，搁较爱将上帝伫咱身上的祝福分享互遐还未信主的人中间。请咱同齐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会救阮临到阮即群原本认为是受咒诅、无愿望的聋哑的身上，互阮嘛会通甲一般的兄弟姊妹同齐伫主你的面前，用有声甲无声的方式来敬拜赞学乐你。借着你无限的疼，互阮聋哑的心灵得到开启通达，充满着信心甲喜乐，用嘴用手来宣扬上帝你的名做成。阮也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疼甲恩典充满伫阮每一人的身上，并且大大祝福伫迦南教会牧师团、全体中职以及众兄弟姊妹的身上，加添因气力，伫因所徛起的
桃园地区宣扬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，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